来讲玻璃镇建立的图书馆本土语言活动推广计划呢，今年度以台语政治教师作为主题，比干办这个2天的这个幼稚园老师培训的课程，希望讲幼稚园老师结婚了后，会使较有教咧，在迄个技巧，帮助这个囡仔学习本土语言，和教育为细汉的时就打好基础。为了推广本土语言的学习，玻璃镇立的图书馆举办培训课程，邀请幼稚园的老师来参加，希望讲囡仔为细汉的时就建立基础。就是希望透过老师种子培训的这个部分，回到幼儿园能够带领孩子，然后念这些很有趣的台语啊，或者是甚至回家可以跟阿公阿嬷一起来说台语。学习语言是一门艺术，尤其是台语有八音，要怎正确发音，这需要专业的方法。这正确音呢，就像头拄则看到，咱透过手势甲动作，互咱的学生囡仔，互咱的学生会当抓到上界正的音。真侪人拢会晓讲台语，也毋过要怎讲出正确的声调，这需要学习专业的方法。原来咱的台语、闽南语都是安尼拼音的方式，所以咱出去外口的时阵，咱伫学嘛会当互大家人拢总会知讲，咱的闽南语是要安怎学，较会较正确。希望讲这班学员结婚了后，会使帮助这囡仔学习本土的语言，为细汉的时就打一个真好的基础。